初初條腰成日冤冤痛，生咗2個小朋友之後咧，身形都走晒樣啦。經朋友介紹咗嚟立康醫療呢度，先發現自己原來有盤骨傾斜嘅問題。經過1次療程之後咧，我嘅盤距已經即時收窄咗3cm，做咗幾次療程之後，而家收窄咗7cm咁多啊！哇，7cm好勁喎！我覺得立康嘅醫療師、治療師同埋骨師咧，佢哋都好專業啊！特登咧為我度身訂做一個收窄盤骨療程嘅方案，會因應我接受嘅程度進行一啲調節啊。對於怕痛嘅我嚟講，係非常之適合。聽骨師講咧，原來肌肉咧係有記憶㗎。咁我長期咧都低住頭咁樣撳手機啊，又或者咧駝住背做嘢喎。呢啲長期嘅不良習慣咧，都會令我身體咧一路咧記住咗呢啲錯誤嘅肌肉記憶。尤其咧係駝 B 嘅時間啊，負重嘅壓力咧係好大㗎，令到咧盤骨咧容易擴張咗，問題咧更加嚴重添啊！如果你都有腰酸背痛嘅問題，身材又冇以前咁 fit， 仲有盤骨傾斜嘅問題，咁就快啲嚟立康醫療呢度做盤骨收窄小團術啦！